好多人以為瞓前刷手機係放鬆，實際上呢個可能正正係你失眠嘅關鍵原因。你有冇試過咁樣？明明好攰，瞓低前刷下手機想幫助入睡，點知反而越嚟越精神，瞓意完全冇咗。甚至有啲人飲熱牛奶、聽音樂想助眠，但對住藍光敏感嘅人嚟講，呢啲方法可能適得其反，搞到更加瞓唔着。呢個背後嘅原理，中醫稱為衛氣紊亂。衛氣就好似身體入面嘅守夜人，日頭喺體表巡邏防衛，到咗夜晚就需要從體表翻入去體內陰分休息，你先至可以入睡。《黃帝內經》講得好清楚，衛氣晝行於陽，夜行於陰，陰陽調和先至瞓得好。但手機藍光同埋資訊刺激，會令到衛氣持續喺外面巡邏，無法歸巢。呢個就係衛氣離家不歸，造成你越放鬆越瞓唔着嘅悖論。內經仲警示過，榮衛不時則生疾病，意思就係話晝夜節律一亂，病就嚟。你試下睇下自己條舌頭，如果舌紅少苔，多數係陰虛火旺；如果成日心神不寧，可能係氣機紊亂咗。改善睡眠，關鍵唔係揾萬能助眠方，而係要恢復身體自然嘅晝夜節律，令陰陽重新調和。呢度有4個零風險，即刻可以做嘅方法。第一，瞓前1個鐘關掉所有電子熒幕，避開藍光。第二，飲啲溫開水，幫助氣機平和。第三，靜坐5分鐘，調勻呼吸。第四，改睇紙質書或者聽啲輕音樂，引導你嘅胃氣慢慢入陰。如果你舌紅，可以飲蓮子湯，清心安神。如果心神不寧，食啲百合潤肺安神。記住，冇一種方法適合所有人。例如瞓前泡腳，實熱嘅人可能會更加熱。關鍵係要合時宜。今晚開始試下建立一個入夜儀式，關螢幕，靜靜坐，引胃氣歸家，你嘅睡眠自然會好返。